火焰劃破夜色，那一刻的恐懼，足以銘刻一生。另一則傳閱中，名女只能化為巨犬，襲擊孩童，吸食他們的血。而在這些記載中，她被明確稱為 Keoyowagon 的 Eniwala。這些故事不僅是恐嚇，更是一種秩序的象徵。夜裡不要外出，謹慎與你交談的人。他們幫助人們解釋無法理解的死亡、疾病如夜的聲音。這是社區在面對未知時，為恐懼賦予的形象。第5部分：獵寓與反思。通過這個傳說，我們能看到 Eniwala 拿瓦拉並非僅足於普埃布拉。Keoyowagon 擁有自己的版本，它體現了當地在轉型時代中的信仰與恐懼。這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在理性與迷信之間掙扎的靈魂。未知從未消失，它只是換了形態。即使在現代的燈光下，古老的陰影仍在低語。也苦，這正是 Keoyowagon 的秘密，一個過去仍在呼吸的地方，一段仍在夜色中行走的傳